好，咁繼續打呢一個 Undertale 啊。咁就上次就打咗呢個九夫婦，同埋過咗幾個骷髏骨嘅所謂嘅難關啦。我覺得係得一個有少少難嘅啫，其他都 OK。咁今日就繼續打落去啦，而家咁就睇下會見到啲咩啦。今日睇下先，係啦，睇下今日會見到咩好嘢，好玩有趣嘅嘢。呢度全部都係冰。拍敗瑞斯嘅雪雕，佢自己做 sense。參師嘅一塊雪堆，佢自己就咁靚，我可能係自己做嘅。咁佢嗰個瘦嗰個骷髏咧就好有心機做，而肥嗰個骷髏因為佢懶咧，就求其堆一堆嘢，就話係。睇下先，呢個應該點樣開呢？我諗下有冇辦法先。OK， 其實應該有好多個辦法開到，咁樣咯。好 ，very good。咦，一路跣住佢，停唔到。呢度有冇得行？有喎，睇下先。呢個係黃。小巧嘅狗屋，有條尾喎，有隻狗仔。哇！原來係狗戰士嚟嘅，是大汪犬。呢隻 game 嗰個音樂元素我覺得真係幾好。係啦，根據我上集咁講，我已經成為一個戰士。擋我嘅，我唔會同佢傾。佢雖然有呢一堆嘢，我覺得如果玩呢一堆嘢，就會隻 game 咪會多元素好多咯。咦？我意外撳咗。哇！想要被寵愛而 sorry， 我係一個戰士。好啦！哇！哦，趁佢藍色嘅時候就係藍色嘅時候就唔喐。喂，會太久，好難。好，成功擊破啊！我得80 XP 同60蚊。如果我咁樣打咗去呢，呢啲 NPC 應該唔會再出現。咦？又嚟咯！呢個骷髏兄弟，人類，呢個係你最後亦都最危險嘅挑戰。注意，呢個係致命恐怖嘅試煉。哇係，攞你命3次！呢一隻狗掉咗喺度，第3個上邊。下令一聲，呢啲玩意就會盡數啟動啊！大炮開火，尖刺飛落，利刀切過，每個都係瘋狂咁樣上下搖擺。唯一唔變嘅就係你嘅勝算好渺茫。準備好未？因為我就要發令啦！喐唔到喎。哦？你喺等咩呢？其實佢唔想咩，其實佢唔想喐手。等射，做乜等射？我
我馬上就會喐手，仲唔喐手？那個好似被激活，像被激活。好吧，呢個難關睇起嚟好似輕易就可以將呢個人類打敗。對，我哋唔可以用呢一個，我係有原則嘅俘虜。佢都係用謎題嘅，謎題都係好公平。呢個陷阱，我嘅陷阱都係專業嘅推敲過嚟，而呢個方法太直接啦，我冇水準。走嚟，你冇咩喎？呢個世界咩啊？呢個只係有一個800誰師決定勝利吧？其實佢都唔想喐手啊！唔住，呢個世界只有我會直接喐手。我現在不知道我兄弟打算講什麼。假如我是你的話，我會確保自己能完全理解藍色攻擊。藍色攻擊我理解啊，我捉唔到個時機啊。咦？呢度花落唔到，後邊有咩啊？後邊冇嘢，後邊冇嘢。有四符咯，我先擺咗嘢先。快少知，有玩具刀，幾時執咗我都唔知。睇下裝備下個玩具刀先。小兵，一般武器 Attack 3，如今很罕見。裝備有玩具刀，哦，裝備玩具刀就會攞手套，我手套攻擊力高啲。我手套係攻擊武器嚟，我以為手套係防禦道具。咁把刀可以擺翻去啦。OK， 咁4符先。小鎮看起來如此友善，你充滿決心。係咯，其實佢哋都好友善。咦？呢個係商店，有需要什麼啊？睇下咩賣。手套我有啦，我有防具嘅，加7 defense， 上邊話有腹肌 ，HP hit 2次，我有200蚊，我買個防具咯，買個防具。你好，歡迎嚟到雪鎮。我都唔記得上次呢個有咩時候見到呢個新人啊？你係從邊個嚟？首都？你看起來唔似係遊客啊？你係自己嚟嗎？喺呢度做啲咩咧？你想知道喺度做咩？你可以敲2比餐廳用餐，喺圖書館中了解一啲信息。如果你攰，就可以喺呢個旅館瞓餐覺。咁隔壁就係呢個姊妹開嘅旅館。仲有，如果無聊就可以喺外邊呢同啲俘虜玩，望佢哋嘅事。佢哋共有2個人，應該係兄弟。我總覺得呢，某天佢哋突然唔係，我覺得佢覺得佢哋係兄弟。某天佢哋突然間就嚟到呢個鎮度，然後遭遇過事。從此呢個城市呢個小鎮就變得有趣多，我都覺得幾有趣。一樣俘虜，好好回憶你嘅歷史課。好久以前，怪物生活在樹林嘅深處遺跡中。長話短說，我們都決定離開遺跡，向洞穴進發。喺路途當中，有一啲毛蟲蟲嘅家伙啊，喜歡上雪鎮嘅寒冷氣候，所以就喺度。喺呢個安家樂業啦，即係兔仔啊、狗啊嗰啲咯。哎呀，生活就像平常一樣，有點幽閉恐懼，但係我哋都係心仔打
打從心底裏清楚，自由將會來臨，係咪啊？只要我哋心存希望啊，好緊握下關日復一日，直面相同嘅困境，去面對相同嘅困境，呢個就係信念。好符合呢個實際情況，基本上喺香港都係咁。OK， 咁講完嘢，裝備下，使用。呢個就係旅館啊！啱啱睡覺可以把 HP 恢復到 HP 上限以上，上限是什麼？一樓嘅旅館啊，哇，80蚊啊！試下住晚啦，有啲貴喎，80蚊。點解主角向下瞓嘅？我隔離好大鼻鼾。咁都瞓得着，啲鼻鼾有音樂聲，幾得意，完全瞓唔着咯，冇可能瞓得着。哎呀，你看起來瞓得好舒服，挺不可思議。畢竟你剛上去不到2分鐘。我把錢退給你，你打算在我寫時過夜時再付錢吧？我呢隻 game 又幾好，即係基本上佢嗰個係按金嚟嘅，其實你係唔使俾，好好人啊！呢隻 game 所有 NPC 搞錯，我仲要殺晒佢哋，係咪好冇人性？咦？我呢個快速傳送，我繼續去探索下呢個城鎮有咩事。佢話俾你聽，呢個係快速傳送點。我上去這位女士今天很開心，唔知點解佢背脊唔知點解讓我背脊寒一寒，係樣嘅問題。多麼祥和，多麼安靜。其中一隻狗時常會追着我嘅小肉跪滿地跑。呢個紅啤啤，你猜猜最可愛的部分是什麼？一對狗夫婦總會為對方在樹下放置禮物，內容一成不變，一根骨頭。但係每一次佢哋都表現得像是第一次收到辭職。然後帕拜瑞斯會出嚟，並將佢哋嘅骨頭收回去。總之，佢哋兩個去咗邊？狗夫婦我已經殺咗，帕拜瑞斯嗰兩個骷髏骨應該去咗邊度整陷阱？喲，你也是個小孩對吧？我看得出來，因為你穿着一件條紋嘅衫，即係同我一樣啊！我還間，佢又着還間。呢個紅比比，真相並沒有陣仗啊！如果發生咩麻煩呢，有個俘虜就會將呢個情況上報給一位余女士。余女士第一次聽，余女士呢個就係政治喎。余女士應該係比較有名望嘅人咯，喺呢個故事，我估感覺上所有事情都變得越嚟越糟了。點解啊？大家都知道地下嘅生活不是一帆風順，但我們依然報以微笑。你問為什麼？既然我們無能為力，為什麼還要為此憂心忡忡？好樂觀，阿 Q 精神呢個。事實上，啲嘢都越嚟越差。我呢個就酒吧，哇！啲人全部都怪怪地。嗰個酒吧 bartender 咩事？個頭着褲，
烤爾比說，他想給你一杯水，但是他不能碰那種東西。係咯，你巴聽打你個頭着火，點可以掂水啊、酒啊嗰啲嘢，即刻燒晒。黐線！那群人屬於皇家守衛隊遊客，他們去哪裏行去？有什麼不對勁？我今日給女孩們下了個原理。有人同我講啊，天涯何處無芳魚。我可有認真聽，飲醉咗，我馬上就能和一條魚卿卿我了。諗多咗呢，佢會唔會？我聽說由於首都越嚟越擁擠，那邊嘅人們打算移居到呢一度。誰知道，或許我哋會有容身之處。呢個感覺到趁機壞了。人類嘅食物是不是和怪物一樣呢？它還會過期之類，而且吃下去嘅時候，它會通過整個身體，太嘔心了。我真的想試試。呢個兔仔得個頭都講到嘢。今天真難清夜，大家熱鬧一點，這就是我討厭這個地方嘅原因。啤牌啊，啤牌唔玩。呢個門口，佢不是火，所以不能用火滅火通道，即係純粹俾呢個bartender用。咁冇啦，調查晒，咁就可以繼續行啦。呢個上邊先喺上面睇下先。我把小孩送到室內。今天外邊很不安全。我開頭以為係有啲嘢跌咗地下想執，點知原來係一個 NPC 史萊姆。哦，多麼動聽嘅敲門聲！於是我不應嘅話，可能還會聽到的。再敲，我嘅內心人回報。佢係唔會開門。哇！搞咩啊？我咪要踩住過去嘅，但我入唔到去。繼續上去先。叮叮叮叮，電話響。請問你是家？等一下先，唔通我打錯號碼？哦，打錯號碼，呢個係撥錯號之歌。我哋非常抱歉，撥錯了號。哦，撥錯了號，呢個係撥錯號之歌。呢個係歌詞嚟嘅，應該係。我們撥錯了號，撥錯了號咁樣咯。睇下你會唔會唱到。圖書館，歡迎嚟到圖書館。是的，我們知道招牌寫錯了。吓？我都冇留意嘅招牌錯咗，陣間出去睇翻先。怪物喪禮，嚴格地講非常炫耀。當怪物老咗，然後瓜咗，化為塵埃，喺葬禮上呢，就會將呢啲塵埃呢灑在佢生前最喜歡嘅東西上，佢嘅精神就會留喺嗰件物件之中。我湊夠字數了，有點討厭寫呢個，搞笑。怪物們嘅身體主要由魔法構成，而人類嘅身體主要由水構成。人類從物質形態上說，比我們強大得多。但佢哋永遠不能體會到使用魔法表達自我嘅樂趣。佢哋永遠不會收到一張淡漠生日賀卡。
我正在寫一本書。有個人走進來拿出呢本書，然後讀起來。哦，抱歉，呢本書我未寫完。正因為由魔法構成怪物們嘅身軀嘅軀體和他們嘅靈魂是密不可分。如果一個怪物不想戰鬥，它嘅防禦力就會減弱。哦，之前楊媽突然間俾我打好多血呢，就係因為佢唔想戰，個防禦力減弱。哦，咁我明啦。而我哋敵人越心狠手辣呢，我哋嘅攻擊就越有殺傷力。即係如果我選擇戰鬥嘅話呢，咁敵人嘅攻擊就越嚟越高攻，就係咁。因此呢，如果我哋抱有殺意或者強大靈魂發起攻擊呢，我哋就在這結束這一章吧。怪物歷史第4部分，不再害怕人類，我們搬離咗舊城市家，我們勇敢地面對骨刺嘅嚴寒，係刺骨嘅嚴寒、潮濕嘅沼澤同埋灼熱嘅高溫，直到我哋到達咗而家呢被稱為我哋首都嘅地方新家。不得不說，我哋嘅王起名方面係咪太糟糕呢？完全都冇諗過。愛、希望、同情心，人們常說怪物嘅靈魂是由這些東西構成，然而靈魂中最純粹的本質仍是未知。畢竟人類已經證明佢哋嘅靈魂不需要這個就能存在，即係話人已經冇咗人性啦，冇咗愛啊嗰啲咯，愛、希望同同情心。冇錯，我就係做呢一個人類。你的那種眼神，你一定覺得填空自迷、很棘手嘅人嘅女人。我年輕嘅時候，我嘅老師就每當沒有作業可留時，就用查字典遊戲代替。我當時覺得佢哋只係浪費時間嘅玩意，但係而家嘅我，地下第一嘅查字遊戲作者，你應該多謝老師啊咁樣。我最中意就係將事從事報紙嘅工作，佢係一個記者嚟嘅應該，因為值得報導嘅新聞太少啊，我哋只可以用漫畫同遊戲去湊版面。即係好和平，好冇乜事呢一個 library 係喎，寫錯咗。我呢個信箱執滿咗咩？垃圾郵件，拜拜瑞斯，往這邊啦，好啦，冇嘢嘅，一間屋喎，鎖住。呢個就係快速傳送點啦，從裏邊鎖住，冇啦，繼續行咯。呢啲冰頭先嗰個大隻佬掉過嚟，咦？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大霧，乜都見唔到，乜事乜事？咦？應該係俘虜人喎，人類，請允許我跟你說一啲複雜嘅感覺，一種感覺就好似揾到另一個伊面愛好者嘅愉悅，對於另一個解密而大師嘅崇敬，想要讓一個又酷又聰明嘅人認為你很酷，呢一種嘅慾望，呢種感覺一定就係而家嘅你嘅感覺。我幾乎冇辦法諗到呢一種感覺應該係點，畢竟我係好偉大。我從來都唔好奇有一堆朋友係咩嘅體會。我為你感到遺憾，孤單嘅人類，唔使擔心，你不會再孤單了。我偉大嘅帕拜瑞斯將會成為。絕逼應該係咁，佢想講將會成為我嘅朋友。
因為其實佢都幾寂寞。我不能做你的朋友，你係一個人類，我必須抓住你。呢個做咩 TVB 劇？然後我就可以實現自己畢生嘅夢想，英姿勃勃、大名鼎鼎、威風堂堂。呢個就係帕拜瑞士皇家守衛中嘅最閃耀嘅新星。打過咯。其實我又真係唔係好想同佢哋打，唔理。我覺得我同佢打咧，嗰個肥仔骷髏咧會好嬲，可能係好堅。所以你是認真的，那麼就讓我們看看你是否應對傳說中嘅藍色攻擊 Blue Attack。只要唔喐就得啦嘛。咦？哇！超狗！你現在是男的了。咩啊？那個就是我嘅攻擊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咩叫你現在是男的？而家我係男，咁係點？超好料！而家我一定係掂住個地下嘅。帕拜瑞斯正在準備一記不同攻擊。好啦，你能跳多高？係咯，我一定要掂住個地下。啱啱好，擊地笑，別逼我出特殊攻擊。冇問題啊，簡單，骨頭嘅味道，我都能湊出來我將來的人氣啦。我唔會再俾佢陰到，正在考慮下一步嘅行動，我咪可以完算。皇家守衛，哇，好啦，骨頭嘅味道，佢實無傷醫療喎。努力嘅板箍，嚇唔死嘅。安代芬會，唔係安代芬恩會非常為我驕傲嘅，太 FF 啦呢個。國王會以我嘅笑容嘅圖案做一片樹籬。哇！我兄弟會估計跟現在會射落去。超好料！我喺樹攻擊未？什麼鬼？有時我啲特效俾狗食咬住咗。超酷普通攻擊。不完嘅，冇辦法啦，我梗係打。切頭切尾普通攻擊，
哇！哇，有啲難度。唔係頭先嗰隻 love 啊，好似有啲字喎。哇！咦？哦，原來要一路撳住上先可以飛起。我暗長喺個空中，我覺得會瞬間翻轉頭。好了，呼呼呼呼！很明顯你無法打敗我，呼呼呼！冇錯，我看到你的腳都發軟了。一次偉大嘅帕拜瑞斯，這次要你一命。我將饒恕你人類，現在由你接受我嘅仁慈吧。點好呢？我覺得呢個骷髏好有趣，殺咗佢嘅話，可能唔知冇啦。既然我已經決定咗全部都殺，咁我今次就玩全部都殺啦。下次我先玩全部唔殺。哇！可憐的帕拜瑞斯，希望我的腦袋還在，消失咗。就咁就落幕啦！呢個角色，睇下呢個世界都靜默咗。其實應該正常嚟講就絕對唔會殺佢嘅，因為呢個角色係比較有趣。咦？又係呢個小朋友，好沉重啊！而家有冇晒音樂聲？睇下先。呢一朵係回音花，佢會重複他剛剛所聽到嘅中西，一片又一片。就係好啦，又打到4副點，咁今日就打到呢度先，充滿了決心。好，打到呢度先，咁下次就係呢個位開始再出發打啦，就係咁先。拜拜。